首先，我先要感谢三立公司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在台上表演，谢谢。还有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那么辛苦，载我来这里唱歌。像天冷冷的滋味，像是陪阮过了一年，爱伫心内拢无离开。不管朋友安怎讲你，我保存你予阮的红玫瑰。虽然花蕊拢干去，犹原藏伫心间。玫瑰花香味是假陪，亲像你对阮讲的话，不相信你会伤阮这多，我的心嘛会知火。玫瑰花点点我讲话，无想到一日一日过，你的爱收回，我思念加倍。已经空空的床边，有像天冷冷的滋味，像是陪